我日日吼，我伫细汉，我就头摆，我就当认真伫咧讲学法，伫讲甲学尾，因为头摆我咧读暑假吼，线上拢讲总咧讲台语，吼，总咧讲台语。啊，毋过我可能翻盘的心较重，若摸着学校，我伫如何，我就开始讲学尾咧，讲学尾咪讲，葫芦尾咪讲，誓言咪讲。所以我就袂讲，会着我袂讲誓言，我袂讲，迄种诶葫芦尾我袂当袂，葫芦饭我袂当袂讲。讲诶话冇强用，我来就讲，妈，啊我你来学诶，咱头摆讲诶拢冇强用，冇强用对，人互伊种法，啊咪学尾，啊你诶信众哦有机会，你就加减学，伊就学，叫幼儿园去找人讲，妈，你弟爱学尾拢留慢音学嘛，我讲留慢音学。然后我就教大概手提那个手片手的迄种的工友先生，拢种的彩电音当袂讲，讲吼安尼，伊就讲，啊你啊去美国就讲倒的，讲尾就当西话啦，讲学尾当西话，拢讲去。我无一直解吼，去某特殊的时间，去就去迄种的深铁路咧做，啊伊深街做迄种的导游，啊去讲去吼。妈，我拢讲，我今日拄到一团的客家人哦，叫用客话讲，甲因讲，啊，用万里都你大汉有人做咧用客话来安讲，叫做当跳安尼。啊，农民叫哪讲妈妈，头摆啊吼，侬讲毋是讲说国语就好，你啊吼，感觉哦，学热岛法热河呢，嘿，我就拢去讲，你逐三音。逐种语言啊吼，去伫个学尾的时间吼，去用到的发音的普惠冇重要。你细汉若学热岛的语言，人白因若学外国语，就学到就当赞，讲起来音的鼻音较早，就会因有安尼的好处嘿。你创也伫讲啦，文化语言若冇摕，文化就冇摕啦。所以我感觉我做客家人哦，我感觉我当公用，所以我细汉我就开始紧学尾，去到哪吼，我若拄到有客人，我一定快载就落去讲客尾。毋过本爱当心望的就系，有的人吼，你落去讲客尾，当因客人去咧讲葫芦话的时间啊吼，佮会你一头桶，我就桶会出来机械伫个讲，机械客人，我就落去快载落去讲客尾，毋过你会去感觉去做学人当见笑也会用的吼，所以佮就弄种咱爱讲葫芦话，啊无咱爱讲国语，我就落去讲。毋过我改摆我，因为我粪土会做出来，改摆我落去咧卖菜，我袂落去卖菜。毋过寒二排、天二排，我切题无落去卖菜，因为我想诶，你连切个主线你就无爱，你做人，我用要会让你做朋友呢，我有一摆我参加主任的考试哦，甲伊我伫我履历表上写讲，国语当会讲，葫芦尾当会讲，客尾当会讲。甲考试委员的委员拄拄客家人，伊就问我讲，你大推动吗？我讲系啊，我大推动叫，你大推动。用版推动冇客家人，有咩土种咩？冇客家人，用版你又会讲葫芦，又会讲客安尼啦。啊，我就落去讲，我就讲有样啊，我要讲啊，因为我个状态吼，当到客家人，啊，我毋会总会讲事的，我要讲会着。甲只考试委员用客话来讲，我用客话落去讲，叫有样会讲咧，安尼叫，啊你客人你会讲葫芦，我讲，啊有影我都会晓讲啊，叫哦。农民个考试委员就讲吼，你毋是讲咧，你做得出去咧，考试公布甲吼，我考第3名，啊，所以我就是会讲当到，互你学尾本来当到的好处。体育界全国的客家宪法学校，我咧学校就有申请啦。我现在不知道你要到什么程度才 OK。好，啊，你爱到就有，你讲爱到就有去参加啦，爱到体育界就有去参加那东西，爱教伫第个时候，你看你就爱到参加的东西，你看拢总有参加。啊，过来爱到有参加体育国的全国的，爱到态度转去伫个比赛的时候，爱到提名嘛。系啊，戴新才
戴老师啊，文学通吼，因为今日是安尼客家人，啊，佮对文学方面的深有研究，所以我哋就弄种合人来共下来做。客家当岛的文化吼，毋系做安尼做得用国语来讲诶，像安尼咧讲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人心不足煞吞象，安尼当互讲。毋过有啲东西吼，毋系做得用迄种诶国语咧讲诶，啊，所以我就特别用迄领。我爸特别若喊咧吼，伊就会错人曲攀芒表。客家歌的芒草，吼，啊我爸记袂会，我爸叫黄向天，拢种家己东阳版个东讲。我爸水细汉，阿爸放妹，逐衫拢会讲客，啊，就安尼讲。趁个录音伫咧讲吼，嘛家当是当岛的迄种的天气的迄种的古音烟，讲因就紧趁落尾个因就当袂讲个啊。系啊，因讲我是甲本身客家人，我伫个退伫客家袂，我嫌袂讲葫芦尾，我就无让因退，毋系，我是德国教吼，我是德国教，德国有一只台冠山的普罗大学，万因新入的，我伫个教新入的，教是原住民的嘛吼，原住民的。高中伊快飞到交到高中，拢讲紧要做。我讲阿莫爱来做，不拢做诶，到安尼做诶，我就开两种班，本记了台语、土生语咧学母语，安尼记了文化站无体哩。我伫咱语甲，我伫朗岛国小伫个做高中甲，我老生语我袂讲，我袂老去讲倒位母语，啊记了会感讲，我高中诶袂讲，我会袂。伊就会看眼镜，学你种会。学生不上课，老师要上班啊！停课没有停班。好，啊，咱外围较有接触的，啊有读倒数的，有咧去问个就会，啊去当有兴趣哦，王先生去当有兴趣。啊有咧引导的，总个插下安尼，啊我是上讲，了解吼，啊了。我讲啊，哪来高中拢指导啊？啊，我咧小朋友讲，啊，高中你敢袂？你看用安尼注音啦。我若是一张球啊，啊个声音咧吼，你若翕讲个欠干个声音咧。我相信大家拢收过别人送的礼物，但是我想，不管大小。拢有伊的意义存在。想嘿，但是我想这个礼物，你要开开伐？好吧。毋教人计较。毋教人计较。有序的礼物。好，伊只开始。不如意的时阵，想好莫想歹。这份礼物虽然是问题。因为这份礼